目前伫安平樱花路顶，正咧施作监视器工程，在为了后一并改成一项路顶和自家标志的共间路顶，将资讯整合，互用路人清楚。不过时间过程，原本大家熟悉才华的红青灯，却向变成直的，也互驾驶无啥习惯，甚至第一时间唔知要安怎换。应该刚装，所以还不太习惯。我们会很错觉，但我们应该是在那边待转区，还是骑在那边？那边又是汽车道，我们可以骑在那边吗？我感觉差不多嘞，差不多嘛。事实上，以驾驶人的用路习惯以及驾驶人的视野本市其实相关，其实台湾都普遍都是以横视为主。那直立式的部分主要是用来辅助驾驶人，利用在短街廓的部分，或者是那个为路口设置会影响视距的部分我们才会来辅助设施。当然，依照道路规则，不管环或是直的拢会当，主要是因应道路环境的无同，或是驾驶反映用路的需求，经过主管机关确定，拢会当调整。其中特别的是，若只光圆形的车灯，倒弯的箭头无光，才会当转，就一定要知影答案。绿灯的部分，如果圆头绿的部分，主要是直行左右右转都可以。那箭头的部分在这边的呼吁用路人绿灯箭头的部分就仅能依它绿灯箭头直行的方向来行进。虽然樱花路为了施作共间路顶，现况的红车灯只是临时附挂，不过因为当地车流量真大，不管环直的，驾驶一定要看清楚号志才行。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